嗱，講到切家生下為馬為不壓啊，為萬年啊，思想為發生，對於每責任都為嘅。但係我嘅經濟高把切家，除了個思辨4.5節樣講到，係講你馬冇跌落水哦，而是馬嚟講啊，係慢慢改革一啲，冇到切家跌落水哦。因為咧，即係馬嚟講，自己心中嘅發燒嚟講，自己咪做出五毛嘅題目出嚟，所以經濟高把自家，你馬呢些，你壓次隻冇跌落水哦。即係接下嚟講，在心中度呢啲，你雖然嚟認得你心中度啲講法，但係本係點點冇發紅嗱，係講自家咪馬嚟講，咪不壓嚟講，即係意思講高把自家。表現嚟，自家嘅心中，自家嘅內嘅心中裡啲講法，自家嚟求上帝嘅恩典，自家得到嘅恩典，自家變咗嘅萬人，自家要控制下去。嗱，師傅所說你係26節樣高把自家，係講你馬樣也唔好跌落水，惡去講，今日馬唔好到天公日，意思係講咩？你啲係馬嚟講今日馬，猛學到吞暗。需要改革嘅，慢慢改革嘅，為了乜嘢？為了是講為心中道理，讓扎起你啲壓人，加論出嚟講，想出嚟講，自家心中你罵到壓到，咪做出唔好嘅事，嗱，家出係咪跌落水惡嘅方面，所以今日講自家啲，你罵之時唔好掉肉頭落山，慢慢改革嘅，公婆咪相壓相罵。也係慢慢改革嘅世家庭度，唔好到日頭落山嘅講得咪啦，因為上帝而自家喺喺世間嘅係平平安安，要實世家要相錫嘅心，所以佢交代自家嘛唔好到日頭落山，慢慢改革嘅相世nhân良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